这个风台扫过南部，高雄有超过200间学校，唔那树啊倒去、病放去，甚至连天崩嘛有落落来的情形。加在今仔日就会当正常上班上课，学校的教职人员甲职工嘛去学校斗整理环境。因若市府讲学校上课的进度，若是因为风台受到影响，学校会使家己做调整。另外，丁清湖的棒球场因为电力设备有各样，球场无法度使用，所以这礼拜2场的比赛嘛延后办理。每一边的同学报道，会当讲拢有路球道，也有路球甲报道同齐风吹掀起来。这摆风台高雄市灵州国小的树啊实在，东倒西歪，高级环职工拢来斗相共变环境。现在在干道里面服务的是台南市的工班，已经跨县市过来了。当然以我们自己校内来讲，我们的志工老师们，包括慈济今天也进来了。因为整理市容不是一个人的责任，就是大家的力量的话，就会比较大一点，这样也比较快。流质中学也真严重，厝顶龙帮风吹掀开。香港嘅崩塌，通伫半空中，教室直接变雨刮，也有冷气设备毁损。市府统计，全市有200多间学校受损，多数是树啊倒去、窗啊破损等状况。3头的台风各校回报灾损的状况，目前有200多所学校有各式的灾损，包括这个树木的倾倒或者是窗户破损、设备损坏等等那这2天都已经非常积极的在做修复。市府表示，乐天桃园甲大江乡亲初5、初6伫丁清湖棒球场的比赛爱先划停，因为风台造成球场电力设备受损，无法度使用，2场比赛延后，初6这场也就爱刷到嘉义市棒球场补赛。本局已安排厂商进行检修，唯能需时间处理复原。今明2天的赛事将延期或调整场地办理。不少支援团队来自台南等外县市，也有市民自发性搬山倒去路球，也是摒扫环境。也有人伫网络上发起捡路牌行动，将线路的路牌刷去无影响交通的区域，也是交害予市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